各位朋友，我是陈医师，从医40年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可能改变你们人生的真相。你知道吗？骨质疏松、肌肉流失不是命中注定的。但是如果你现在还相信只要多吃蛋白，治就能解决问题，那你随时可能面临骨折的危险。上个月我在急诊室看到一位68岁的王太太，她从浴室滑倒，髋骨骨折。她告诉我，医师，我每天都有喝牛奶、吃鸡蛋，为什么还会这样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重点。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，身体虚弱是正常的，错了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。你的骨头就像建筑物的钢筋一样，如果缺少了关键的矿物质，钢筋就会开始锈蚀，再多的水泥也没有用。请你们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如果不听完，你可能会错过最简单的方法来避免骨折与失能。我说的不是什么昂贵的保健品，也不是复杂的运动，而是一个被99%的人忽略的营养素。这个营养素它默默地参与你身体里超过300个生化反应，从你的心跳到你的睡眠，从你的肌肉收缩到你的骨骼修复，没有它，你吃再多的蛋白质也是白费力气。记住，别急着关掉影片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是你听过最重要的健康知识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获得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 CR 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你的身体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，蛋白质只是原料，但如果没有正确的工具来组装，再好的原料也没用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荷尔蒙开始减少，粒线体功能也开始衰退。这时候，你的身体会进入一种保存模式，就像手机电量不足时会自动关闭一些功能一样，你的身体也会优先保护重要器官，而牺牲肌肉和骨骼的修复，这就是为什么蛋白质吃再多，如果细胞不能有效利用，一切都是白费力气。让我用一个比喻，你的血液就像计程车，营养素是乘客，能量是汽油。但是如果没有关键的司机，计程车就无法把乘客送到目的地，这个司机就是镁。没有镁 ATP， 身体的能量或币无法正常工作，你可能感到疲劳、肌肉无力、关节疼痛，甚至睡眠品质变差。这不是老化，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它需要帮助。在我的诊所里，我看过太多病人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花了大笔钱买昂贵的蛋白粉，做各种运动，但身体状况还是没有改善。直到我们解决了根本问题，一切才开始好转。粒线体就像你身体里的发电厂，如果发电厂缺少燃料，整个城市都会停电。镁就是这个发电厂最需要的燃料之一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学界的秘密，大部分医师都知道镁的重要性，但很少人会主动提起为什么。因为镁缺乏的症状太普遍了，常常被当作正常的老化现象，抽筋、失眠、易怒、疲劳、关节痛，这些症状在中老年人身上太常见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。但真相是，身体虚弱不等于年纪大，而是真正缺乏关键矿物质的信号。我曾经有一位病人，55岁的张先生，他每天都觉得很累，晚上睡不好，白天没精神。他以为是工作压力，看了很多医生，吃了很多维他命，都没有改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建议他检查血液中的镁含量，结果发现严重不足，补充正确的镁之后，2个礼拜内他就感受到明显的改善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我们一直在治疗表面症状，却忽略了根本原因。就像房子的地基出了问题，你再怎么装修，墙面都没用。镁就是你身体的
地基。没有稳固的地基，蛋白质就像不能使用的砖头一样，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。很多人花大钱买蛋白粉，却不知道如果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这些蛋白，制钱就白花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努力运动、认真饮食，身体状况还是没有明显改善的原因。让我正式介绍这个神奇的矿物质镁，在医学上，我们称它为生命的火花。镁参与人体超过300个酵素反应，从 DNA 合成到蛋白质制造，从能量代谢到神经传导。但最重要的是 ATP3 磷酸腺苷这个身体的能量或币必须与镁结合形成 M7ATP 才能真正被身体使用。简单说，没有镁，你身体里的能量工厂就停工了。让我用一个更生动的比喻，想象你的肌肉是一座工厂，蛋白质是建材，但镁是工人。没有工人，再多的建材也盖不成房子。在骨骼健康方面，镁的作用更是关键。它不只帮助钙质吸收，更重要的是调节骨骼的新陈代谢。你知道吗？你的骨骼每7年会完全更新一次，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镁。我记得有一位72岁的李阿姨，她来看我时走路都要拐杖。X 光显示她的骨密度很低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的钙质补充一直很充足。检查后发现她的镁严重缺乏。经过3个月的正确补充，她不但走路稳定多了，连精神状况都明显改善。她告诉我，医师，我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。这不是偶然。因为镁还是天然的放松剂，它帮助神经系统平静，促进深度睡眠，而深度睡眠正是身体修复肌肉和骨骼的黄金时间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研究发现镁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帮助蛋白质更有效地被肌肉吸收利用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吃很多蛋白质，肌肉量还是流失。镁就像身体里的总指挥，协调各种营养素的工作。没有镁，蛋白质就像一堆不能使用的砖头，钙质也无法正确的沉积在骨骼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称镁为奇迹矿物质的原因。现在让我们来检查一下，你是否可能缺乏镁？请诚实地问问自己这些问题。你是否经常在半夜因为小腿抽筋而醒来？这是镁缺乏最典型的症状之一。你躺在床上是否经常翻来覆去，脑子停不下来，难以入睡？镁缺乏会让神经系统过度兴奋。你是否容易感到烦躁、焦虑，甚至为了小事就发脾气？这可能是你的神经系统在求救。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劳？即使睡了8小时，还是觉得没有精神？这可能是你的细胞缺乏能量的信号。你的眼皮是否偶尔会不自主地跳动？这也是肌肉缺乏镁的表现。如果这些症状中你有3个以上，那么你很可能正面临镁缺乏的问题。但请不要担心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也不是你懒惰，现代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让镁缺乏变得非常普遍。精致食品、压力、某些药物都会消耗体内的镁。更重要的是，土壤中的镁含量因为过度耕作已经大幅降低，所以即使你吃很多蔬菜，也可能摄取不够。我在诊所里最常听到的话就是“医师，我以为”。这些都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，不是的，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它需要更多的支持。好消息是，一旦你开始正确补充镁，这些症状通常在几周内就会有明显改善。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有自我修复能力，它只是需要正确的原料。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位病人的经历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自己的健康状况。林建国先生70岁，住在台南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走路需要扶住墙，膝盖关节痛得厉害，经常在半夜因为抽筋醒来。最让他困扰的是，
他变得非常容易跌倒，去年1年内就摔了3次。林先生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知道自己老了，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。我已经在吃钙片，也有在散步，但是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我仔细检查了他的血液报告，发现一个关键问题，他的镁含量只有正常值的1半。我解释给他听，林先生，你的问题不是老化，而是身体缺乏重要的矿物质。我建议他开始补充甘氨酸镁，每天睡前服用。同时，我教他一些富含镁的食物选择，像是深绿色、蔬菜、坚果、全谷类。3个礼拜后，林先生回诊时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已经2个礼拜没有抽筋了，而且睡眠品质好很多。2个月后，更令人惊喜的改变出现了。林先生可以不扶墙走路，膝盖疼痛明显减轻，连他的太太都说他的脾气变好了，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烦躁。6个月后的骨密度检查显示，他的骨质密度有了显著提升。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开始重新享受生活，甚至报名参加了社区的太极班。林先生跟我说，医师，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个秘密，我就不用受这么多年的苦了。这就是镁的力量，它不只帮助骨骼健康，同时也支持肌肉功能、神经系统和睡眠品质。当这些系统都正常运作时，身体就能重新找回活力。林先生的案例不是特例，在我的诊所里，类似的改善故事每个月都在发生。现在你可能会问，医师，我要怎么选择镁的补充品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因为选错镁等于白花钱。市面上最常见的是氧化镁，价格便宜，但吸收率只有4%左右。这意味着你吃下去的镁96%都被浪费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氧化镁容易引起腹泻，让很多人以为自己不适合补充镁。那么什么样的镁才是好的选择呢？第一种是甘氨酸镁，甘氨酸是一种氨基酸，它像保护伞一样包围着镁离子，帮助镁顺利通过肠道吸收。甘氨酸镁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而且有助于放松神经，特别是和睡前服用。第二种是苹果酸镁，苹果酸能够帮助细胞产生能量，特别适合容易疲劳、肌肉酸痛的人。很多运动员都选择这种形式的镁。第三种是苏糖酸镁，这种形式的镁对大脑特别友善，能够穿过血脑屏障，帮助改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。还有一种是柠檬酸镁，吸收率也不错，但可能会有轻微的通便效果，适合有便秘困扰的人。如何选择呢？如果你主要是想改善睡眠和神经紧张，选甘氨酸镁；如果你容易疲劳、肌肉酸痛，选苹果酸镁；如果你想同时改善记忆力，可以考虑苏糖酸镁。剂量方面，一般建议成人每日300到400毫克的元素镁，注意看标签，要看的是元素镁的含量，不是整个化合物的重量。购买时还要注意品质，选择有第三方检测的产品，确保没有重金属污染，避免含有不必要添加剂的产品，像是人工色素、防腐剂等。记住，便宜的氧化镁看似划算，但实际上是最昂贵的选择，因为你的身体几乎无法利用它。投资好的镁补充品，就是投资你的健康未来。镁什么时候吃最有效？这个 timing 非常重要，吃错时见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最佳的服用时间是睡前1到2小时。为什么？因为镁有天然的放松效果，能帮助你进入深度睡眠，而深度睡眠正是身体修复骨骼和肌肉的黄金时间。如果你是运动爱好者，可以在运动后30分钟内补充镁，这时候肌肉需要修复，镁能减少肌肉酸痛，加速恢复。但要记住，不要空腹服用镁，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，
最好随餐或饭后1小时内服用。现在谈谈镁的黄金搭档，镁和维他命 D 是最完美的组合，就像骨骼的双保险，维他命 D 帮助钙质吸收，镁确保钙质正确的沉积在骨骼中，而不是血管里。镁和维他命 K2 也是好搭档 ，K2 指导钙质到正确的地方，骨骼和牙齿，而不是软组织。还有一个重要提醒，镁会影响某些药物的吸收。如果你正在服用抗生素、骨质疏松药物或甲状腺药物，请与这些药物间隔至少2小时服用镁。咖啡和茶会影响镁的吸收，所以不要用咖啡或茶来吞服镁。补充品、钙质补充品也会竞争镁的吸收。如果你同时服用钙和镁，理想的比例是2:1，钙镁。记住这个原则，你的骨骼就像建筑物的钢筋、水泥结构，钙质是水泥，镁是钢筋，维他命 D 是工人，维他命 K2 是建筑师，缺少任何一个建筑物都不会稳固。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搭配，才能发挥镁的最大效果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：没有镁，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事倍功半。你可以吃最好的蛋白质，做最认真的运动，但如果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，一切都是白费力气。但好消息是，一旦你补对了镁，你不只是延缓衰老，而是真正重建自己的身体。你会发现睡眠变好了，精神变好了，肌肉变强壮了，骨骼变结实了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科学，这不是保证，这是给身体正确原料后的自然结果。现在我要请你立刻行动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不要等到下个月，就是现在去选择正确的镁补充品，开始给你的身体它真正需要的支持。更重要的是，请把这个资讯分享给你爱的人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另一半、你的朋友，特别是那些正在为骨质疏松、肌肉流失而担心的家人。很多人的痛苦其实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他们知道这个简单的秘密。记住林建国先生的故事，记住镁的重要性，记住正确的选择和时机。你的身体会感谢你今天学到的知识，你的未来会感谢你今天做的决定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重要的健康资讯。下次见面时，我希望听到你们身体改善的好消息，保重身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